皮膚乾燥、泛紅、暗啞、衰老有皺紋，一盒艾多美嘅4色安瓶解決晒所有嘅問題。呢盒艾多美嘅4色安瓶呢，係多功能啦、高濃度嘅精華嚟㗎。佢嘅功能呢係有4種，包括呢有保濕、美白、抗老同埋修護。由於佢分子好細呢，好容易吸收，適合所有肌膚，包括敏感肌㗎。簡化嘅護膚療程就有驚人嘅效果啦。我哋睇下佢裏邊呢4支嘅功能，包括0號高效保濕，1號有美白提亮，2號24K 黃金駐顏撫平皺紋，3號奇蹟煥靈能夠修復皮膚有彈性。有朋友咧買咗之後咧問我：咦，點解我買完之後冇咁多顏色咁靚嘅？佢買翻嚟嘅時候咧係咁樣嘅喎。由於咧係嗰個精華咧喺上邊呢一個蓋嗰度啊，你買翻嚟時候咧需要拍落去熬勻之後咧就可以使用噶啦。但係記住，用完1星期用晒一支先去開第2支啊！配埋呢支導入儀咧，效果啊大大提升啊！希望我 Joey 今日介紹嘅4色安瓶能夠簡單有效解決所有嘅肌膚問題，大家一齊變靚啲。